头一届外景就拄着4年一届海葵风台来乱，风大雨大嘛，毋知发生啥物代志。全剧组20个人，今仔日全部在营休息。分享，我们现在在大确诊。什么大确诊？你们有吗？没有，你们在大确诊。我确诊。风台4年无来啊，心情都无好，我想要看着日头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大家大家出去哦！这都是会长的功能啊。哦，你打电话袂传讯息，我讲有想法，结果恁来遮，来看到恁这天天天地灵灵啊，好讲显显，再有天开，安尼是安啦。我咧，即马我这我来这里。原本有想一看啊，好，啊，毋过伫你来进前，到时佮互阮小可拍掉去啊。哎，咱先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量看嘛，就是先量看嘛，一只。阮可能你才唱啊啦，即摆无时间个，你豆豆无啊唱啊。无啊，这还袂想诶。来扣还袂错。嗯。阮就有先写，啊，毋过我感觉阮拄则就是想讲，这个是停留伫个。你甲讲一件，你拄则迄？就是拢伫咧第2站的感受无画面，啊，我想要一个实体的画面，有一个面，有互你感觉你看会到物件，就第1站的物件。我感觉其实咱欠的毋是第2站、第3站物件，是第1站。咱爱为第1站开始，大家才会有法度参阮做伙第1站、第2站、第3站。啊，无咱拢也伫咧天边跳，啊无踏入地。哦，我恁这想法真好，就是爱把这条歌的这个世界观 build up 起来。对，不管你是为第1站、第2站，不管，就是要把这个世界观 build up 起来。啊，迄条 chorus 出来时，大家才会了解讲为什么伊是可爱的马啊。阮想咧中心找找温暖。我身骑白马，毋是要走三关，是要找到3年的温暖。我替伊乳毛洗肚、饲饭、扣屎、抹油、切骹茶。你是毋是最想要写切骹茶这句啊？对。无啊，无一定啊。切骹茶是谁的 idea？奇怪。是你啊？你最想要切骹茶对吧？上乌油啊！上乌油诶！这个代志是啥物？我替伊做的代志。你替伊做的代志，你替伊的付出，对吧？是你毋捌过的体验，对吧？我替你的付出，是我深刻的体验。我凊彩讲，也是讲看到我的时阵，你在想啥？我都慢慢有这个物件，你就开始有一个疑问出来啊。你会当用譬如的方式。譬如讲，咱大家拢有写过迄个作文嘛，较早拢啥物譬喻也好啦，还是拟人法、修辞技巧。对，就是这个修辞一点点啊出来，就是会使。啊，无你变做讲，你若要甲切骹茶、抹油、乳毛写入去，伤济啊！你会需要7、8个字，才会法度甲切骹茶讲出来。但是这7、8个字讲出来了，你浪费这个空间，你变做讲你其他想要讲的代志，你藏袂落啊，知意思吗？知。我感觉你的想法是好的，只是讲你爱留一寡空间，因为你开始会想要甲100个想法全部整入去。啊，昨我有甲恁讲着讲，取舍的问题。对。啊，但是取舍之下，你就会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又搁走出来啊。一番取舍了后，剩的食的嘛是伤济。我无一项物件是我想要甲放掉的，啊，要安怎？就是即摆我甲你讲的，留一寡空间，或者是讲你会发现遮你想要讲的遮个代志，代表是其实有一个更较悬的概念会当同胞的。哦，若是有的话，安尼你就当用这来去转化。2句话会当讲的代志其实足侪。好。但是紧的爱有实际即个物件出来爱有曲啊。哦，啊，你会晓弹吉他，试看卖啊，换一个课。哦，我比较换看卖啊。系啊，好。好。
感谢。我要去啉咖啡咯。退价回家，退价噔噔噔噔噔。即摆菜鸟啊是愈来愈自在，毋管是因6个中，也是甲我斗阵，拢真松。啊，就是讲放正开啦，这放互开吼，对写歌来讲，一定是有真好的帮助。菜鸟啊，干巴爹！咱继续，就是即摆无啊，即摆爱再一只啦。你讲，我是挑工讲吼，生日有啥物了不起啦？这前船吼，应该是失望到底啊吼。哼哼，若是看到我甲鸡卵糕摕出来，应该欢喜到飞上天。恭喜咱前船22号生日快乐！第一个愿望就是大家甲我家己会当身体健康。哇！第二个愿望就是农业会当顺顺利利。顽强。第三个藏伫心肝内。哇，这暝真正是欢乐无法挡。手咱条条开，拢放好去，放好去，好酒醉，毋过伫欢喜的背后，有真侪无法度控制的代志，准备要来考验菜鸟哦。即摆头一个就是这个落袂停的雨啦。头一届无要紧，就拄着4年一届海葵风台来乱，风大雨大，嘛毋知发生啥物代志。全剧组20个人，今仔日全部在营休息。风台正经来啊！照规定，咱是袂当翕的，全部摄影师拢当咧翕。啊，毋过灵感即个代志，也袂因为讲风台来毋来就冻点的啊。所以咱菜鸟吼，就自立自强，摕 GoPro 家己翕者，应该是可以啦吼。分享，我们现在在大确诊。什么大确诊？你们有吗？没有，你们在大确诊。大家好，今日是台风假，互恁看一下外口的目前的花莲，迄风透甲足大个，哦，规暝拢马到困。啊，搁有就是我确诊，风台4年无来啊，心情足无好的，我想要看到日头。啊，甲恁介绍一下我今仔日咧困伫我边仔的人，是我的吉他。今仔个人我的吉他陪我困。录节目以外，嘛是爱处理一寡外口的代志。所以我即马就咧写研究的计划。全部就是拢靠勇气这2个字啦，就是有这2个字，才有遮伫一个故事会当发生伫这个所在，啊，嘛会发生伫你我的身躯顶。今日要便当时间啊，食啊顿的时阵爱来，爱有一个风台歌，无问题。风台歌。再会，拜拜。好，大家好，咱即摆要来写歌词。对，就是咱下晡5个人做伙讨论的小可爱。一直哦，小可爱，小可爱啊！因为我不介意讲话有一个部分啦，即几冬啊，包括来录节目，其实我拢会感觉我
讲话会做定去得死着人，变成讲我伫遮我会变成毋敢讲话，但是照来讲，我应该是爱得死着人较对，不因为我本人私底下就是一个乌面的人。伊会当感受着，我会感受。来一只马，会使啦，来签名。咱写的，咱两个人斗阵写的。伫山脚的溪流边，拖着一阵小可爱。这的村民甲因大家嘛有熟悉。你大大的目睭认深深看对我的心肝来，你知，免讲你就知。才有一只马，带我去踅踅，我甲你做伙。为虾米会澎湃？啊，先讲有啥物其他的想法无？你讲 MV 哦？嘿啊， Excellent。还是歌啊？你真正做好你了。滚走！安尼你就是导演，你绝对无啦，你绝对是迄个念名书啦。Excellent。你就是爱做念名书。会当互我 Absolutely。结果只是手机。哎，抓你摕去切客话先抓啦。啊，恁写歌出去来斗相共哦。系啊。咱的灵感伫遮。做个咧。山骹边有一间小马，着一阵小可爱，伫遮秀尾溜。开咯，亲像咧跳舞。大大目睭深深看对我心肝来感受，你讲免讲，你就知。教练行路的背影引我心感慨。训练马术的步数，一摆搁一摆，想着爸母教咱的嘛是一步一步来。山骹溪流边，带着一阵小可爱。这是看饭看饭的。看饭伫咧休课。小感冒。伊辛苦无爽快，伊无爽快。好了，好考。确诊啊，确诊啊，痛苦啊，我痛苦啊。无要紧，安尼咱你来甲讲啦，就是咱等我甲有一寡问题爱甲恁讨论者吼。好。恁遮的歌词，我感觉开始有恁开始有一寡想象出来啊。你头前开始踏一个环境出来了，结出一个想法，一个感情啊，引人入胜，华语在讲。入来啊了，门拍开后会看到物件啊，对吧？所以写歌的时阵，恁歌词即摆开一个议题了，你无去做一个收尾。譬如讲遮，深深看对我心肝的感受。哦，唔知感受是啥？感受咧？感受无去。我当咧等讲，哦，你伫即个袂歹的环境有一种感受，感受是啥？我想要继续听这个故事落的时阵，无去啊。啊，如果开一个新感慨，如果感慨啥物咧？写歌吼，你爱有一个角度，一个对象，你有一个清楚的对象，听歌的人才会知影这个故事安怎行。准计，你这有写 melody 对无？有啊。你唱看卖，你唱看卖。我写一段。伫山脚的溪流边，带着一阵的小可爱。这的村民因大家拢嘛有熟悉。你大大的目睭认深深看对我的心肝来，你知，免讲你就知。这有一只马，带我去踅踅，
我甲你做伙。你毋是普通的马，不管你几岁，咱拢是结安的宝贝。好听，这melody 好听，但是甲恁头前写脏写的迄是两回事，你有发现吗？你毋是普通的马，不管你几岁，咱拢是结安的宝贝。无共款。真正是爱快乐。头前恁原本是遮有一只马，迄是快乐的气氛，但拄则听歌的时阵，参恁家己安尼在听的时阵，拢毋是迄种快乐欢喜的状况啊。笑。你的 melody，你搁唱一摆，搁唱一摆。伫山脚的溪流边，看到一阵小可爱。这的船因因大家拢嘛有熟悉。你大大的目睭，深深深看对我的心肝内，你知？免讲你就知。哦，好，好听。好听。但是咧，我感觉这条歌，这个 melody 真适合做恁菜鸟啊迄条完整的家己的歌，我感觉袂歹。啊，情选我甲你即摆状况，顶多是你上自在的，你上自然的。但是你爱记哦，咱买场这条歌，你爱去做一个演出，爱设计，是一个动态的，所以你爱编舞，迄是你的专长。迄天咱嘛有，小可我看你一寡感觉在试，迄气氛是好的，会记的。但是伊在写歌、写melody，在弹吉他的时阵，迄个节奏你敢会跳起？跳袂落。对。跳袂落，为什么你袂甲伊沟通呢？恁是一个 team， 好无？恁是一个 team， 这我就感觉足奇怪啊！咱私底下，恁私底下甲我讲的时阵，拢会甲我讲你真正心肝头的想法啦。你让我，我让伊，准给你嘛是你会让，你会让讲啊，我歪做一个哦，敢若拢我的想法。但是你本来你对melody的想法，你就较熟手嘛。你拢无爱讲好啊，大家物件拢做好的啊。我就无要紧啊，疑问你咧，你对melody的想法咧，你就免让出来。问题是疑问，伊根本对这伊就上惊啊。伊专长的代志是伊对文字伊介意。啊，伊知要安尼讲故事，结果你一直叫伊要唱melody，毋对啊。啊，疑问你嘛拢无爱讲，你嘛一直想要缀着大家的脚步。对咧，咱无需要变一个专才，尤其咱有6个人咧，咱6个人也着安尼，大家拢专才，要怎啊？无就规个拢单飞好啊，对无？合作创作、集体创作这件代志宝贵的，就是讲大人的甲互相的优点拢捡起来。啊，甲你对，我一时看袂出来你伫对。遮我嘛有参与。你的体验我看袂到伫作品内底啊。你讲这句歌词是伊写的嘛通，伊写的嘛通，谁写的拢通，但是袂感觉讲这是你王爷家写的。放开。放开，毋是讲咱用讲的放开，是真正你爱甲心的感受去放开，莫用一寡伤过理所当然的想法来去处理遮的代志。你对代志嘛有观点啊，但你的观点无出来。应该讲我即摆个性就是安尼，我嘛无讲我是假还是安怎，就是我真正我心内想法就是安尼，所以嘛唔知讲要安怎讲。因为你在乎，所以你们被绑住。因为伊无差，颠倒伊放上开；因为伊无差，颠倒伊学上济。创作就是安尼，见山游玩过是山。所以你看，你其实我有发现到讲，咱6个人的优点伫倒，尤其看饭伊对规条歌的 picture， 伊较会晓去想迄，直接沟通啊吧。好 ，fighting， fight， get a fight。跟气口对。是时候该拿出真正的专业了。好，好不好？自己了。你甲遮这2个这去修咧，
主体甲迄个问题上去，莫用遐老的字啊，你卖感慨啊，莫搁感谢。卖感慨，注释，啊，所以你这文字，唱出来，想 melody，想 melody 想出来，分配，节奏莫走去哦，这走是安那马场的。快乐的节奏。好，好 ，OK。你是毋是爱编舞？对。想一个表演，我足惊伊写melody写有个偏。我这爱行歪路的啦。哎，你甲掠掠的，你做你的 melody，你会当编曲换苦，迄拢无要紧，但是你甲伊的节奏掠好。好，甲这编好。好，安尼今仔日这就会当完成。会使。你嘛差不多爱完成。好。啊，你这落来这就这部分会当一拍两拍两遍主歌应该就有啊。好，start。OK。start。来。所以你后壁要打。那是大较好是。啊，我家己避暑是因为可能我有时阵讲话想较慢，要讲出一个想法，我爱想真久。啊，毋过大家讲话节奏就是拢啪足紧的，啊，我可能有时阵还袂想好，大家都已经换后一个要讲的代志。起点袂歹，就足先恁拄来，有你甲主体换做恁6个人，恁6个来遮的状况有一种冲突感，冲突感出现了。副歌就是阮是6只菜鸟 ，We introduce ourselves to you。阮是菜鸟啊，阮是好棒棒的菜鸟啊。这个架构大概有了哈。发挥，抓准哦 ，grooving 抓条的。我咧想讲主歌的节奏敢要变一下。会使啊，无问题啊。会使，但是迄个，你要记得，你后面那个应该是会重的，听起来应该是重的。大。那你主歌会是怎么样？主歌就算轻也不会是那种，无可能嘛。无你后边是要安那对。grooving， 同时讨论啊。哦，所以会当同时进行，你可以唱看卖。伊大大的目睭，刻着我小小的身躯，对伊跳舞，这是我心内澎湃的感受。继续创作。这是我心内澎湃的感受。5只菜鸟啊，敢若是已经甲歌写出来哦。还是搁有想要改进，我看搁会当较悬的。你要较悬的啊？你讲想你要甲阮查甫人哦？你讲什么想当？节奏。这看饭，看忧啊。亲像在跳舞。大家好，阮今仔日总算甲歌写出来啊，所以我想讲要先歌一寡物件，先等你去电脑内底买咧壳底，咱加一寡新的物件入去。有啥拍袂开？我先来处理，若有啥物进展，我再去甲大家分享。音乐嘛，要安怎做，较会较紧啊，较慢安尼。啊，我目前就是伫房间内底先休困。哦，恁听我的声就知影，我这几工最艰苦的。啊，就是规身躯拢无力啊，啊背无啥会起。